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正在将其互联网监控的科技触角延伸到防火长城外。据报道，中国一个国营媒体使用花费32万美元打造的一款软件，深挖推特和脸书上的信息，创建了一个外国记者和学者的数据库。北京警方花费21万6千美元采购情报程式，用来分析西方提到香港和台湾的内容。东突厥散的网络中心则招标要把在海外取得的维吾尔文内容进行编目。尼加拉瓜3周前宣布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建交。中国昨天重启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大使馆。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于上个月10日宣布与台湾断交，并转向与中国大陆复交。欧盟正计划来自核电和天然气的能源纳入绿色投资项目，尽管成员国之间对这两者是否有资格成为可持续发展能源存在很大分歧。该提案旨在支持欧美向碳中和的未来转变，并促成欧盟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标准制定者。如果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该提案将成为欧盟法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誓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维持严厉的抗疫措施，努力改善经济。金正恩是在本周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这番话的。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引用金正恩的话说，朝鲜半岛军事环境和国际政治局势日趋不稳，要求朝鲜刻不容缓地大力推动我们的国家防疫建设计划。印度与巴基斯坦于1月1日以及中巴禁止攻击核子设施协定，通过外交管道同步在新德里与伊斯兰堡交换核子设施清单，避免这些设施在爆发战争时遭到袭击。有关协定于1988年签署，1991年1月27日生效。根据协定，两国必须在每年1月1日向对方提交核子设施清单。随着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日益加剧，以及抵制冬奥会的决定接连出现，伊斯兰世界的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些事态发展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份声明来自国际伊玛目委员会。该理事会宣布，他们抵制北京奥运会并支持维吾尔人。